如何减轻对环境的负担，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问题。其中，磁浮离心机因为这点效率非常的好，所以工业研究院推动国产磁浮离心机的制造，甲13间厂商合作，打造全国第一条供应链。那这一个技术，台湾是全世界应该算第2个啊，我们完整的建立这样一个产业链技术的国家啊，从它的磁浮轴承的设计制造，所有元件的这个组装啊，都在台湾啊，我们有自主的能力。那把这个轴承应用在这个离心的压缩机，这个压缩机再做成冰水机啊，最后做到我们的建筑里面去啊，这一整套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都在台湾建立起来了啊。它是一个可变扩压宽度的一个机构。那这个机构主要的功能呢，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设备呢，可以很大范围的运转。就是说你在智能需求小的时候，跟智能需求大的时候，它都可以稳定的运转。那这个是由国人自己设计跟制造，而且测试。那目前在国内的场域已经很稳定的运转当中。磁浮离心压缩机奉称为节能的新救车，目前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。同时也面对着2050年净零转型，工业研究院率先执行节能战略计划，预计要完成节电651.3亿度的目标。那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经济部能源局，还有这个各方面的协助了啊，包含他们在研发经费上的支持啊，长期的支持，那最后才促成我们这个联盟的成立。这里面包含了磁浮轴承冰水机所有的上中下游的供应链。那磁浮轴承这个技术未来啊，也不只是用在冰水机啊，它可以衍生应用到很多其他的工业产品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工业机电的产品。所以未来像大型的鼓风机、真空炮等等这些耗电设备，都可以用我们这个磁浮技术来做到节电。除了进行产业链的整合，同时也看好市场对磁浮离心机的价值。预计每一年有30亿的商机，并且在各界推动之下，磁浮离心机将是台湾净零转型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